新一屆澳門學聯正式啟航，標誌住會務發展邁進新嘅篇章。首先，衷心感謝主席、理事長、監事長、秘書長嘅信任，感恩成為監事會嘅一員。監事會作為監督會務工作嘅核心嘅機構，承載住對全體成員嘅期盼。作為監事啦，我都有4點嘅期望。第一點啦，就係要成為會務工作嘅堅實嘅維護者啦。咁監事會嘅首要工作就係根據翻我哋嘅章程嘅一個作為依據啦，咁去對理事會啦同埋各級組織進行一個監督嘅工作嘅。咁自己啦都會以一個嚴謹公正嘅態度啦，對於整體嘅決策程序啦同埋會務嘅開展啦，持續性進行一個評估啦同埋綜合嘅審查，確保開展嘅會務工作啦係符合翻章程同埋可以維護到會員嘅合理權益嘅。第二點啦，就係要成為完善制度嘅積極推動者。監督工作啦，唔單止要有熱情，更加要有專業嘅能力。咁喺推進會務工作嘅過程之中啦，通過組織更加多嘅組織學習嘅交流會啦，同時去提升翻啦喺社團治理嘅綜合素養。我都會積極參與本會內部規章嘅完善，喺監督實踐之中總結經驗，從而提出一啲更加具體嘅操作性建議，去更好地優化翻本會嘅治理體系。第三點就係要成為會內溝通嘅良性互動者啦。監事會係學聯各個組成部分嘅重要紐帶，通過善於聽取會員們嘅聲音啦，去認真處理各項嘅建議啦，同埋一啲意見，透過合適嘅渠道啦，向翻理事會反映翻，持續去推進問題嘅解決啦，同埋促進服務嘅完善。同時定期向匯報翻相應嘅監督工作啦，令到全體會員都可以更加清晰本會嘅運作同埋發展。第四點係成為團體協作嘅有力踐行者。監事會嘅運作離唔開團隊嘅協作，期望監事會嘅成員可以互相支持，共同奮進。喺監事長同埋副監事長嘅領導同埋協調嘅作用之下，可以更加好營造一個團結、務實、有作為嘅工作氛圍，從而更好去推進整個學聯嘅正向風氣建設。相信新屆嘅監事會一定可以恪盡職守，為學聯嘅持續發展注入堅實嘅力量。最後，衷心祝願新屆嘅學聯會務工作順利開展，期待同全體嘅成員一齊傳承學聯精神，共同書寫精彩活力嘅學聯嶄新篇章。Painties